各位老友記，今次風景遊又推出一條罕見嘅秋景線路——乾東南5天新晉景點大山天梯嘉榜梯田，視覺震撼磅礴。區別於平原小梯田，我哋2晚直接入住嘉榜梯田景區入邊2023年全新開業嘅山莊，區窗即係一望無際嘅黃金道廊，龍隻、元陽都冇㗎，唯有嘉榜係坐喺梯田入邊嘆下午茶，夜晚浸返個獨有嘅山間草本搖肉泡腳，成身疲勞即刻消除晒。走訪世界唯一合法嘅槍手部落巴沙苗寨，親眼見識千年古法，鐮刀剃頭，聽下盧生悠揚，響徹山林，感受最原始、最純粹嘅苗家風情。再欣賞下非遺嘅侗族大歌，天籟之聲真係直擊心靈。轉場去到榕江打卡，火爆全網嘅原生態民間村超，感受最熱血、最接地氣嘅足球狂歡。旅行當然離唔開地道嘅美食啦，我哋一次過包齊3大侗鄉招牌盛宴：鮮味過癮嘅酸湯稻香魚宴，香濃暖胃嘅侗家打油柴風味宴，仲有獨特風味嘅正宗侗家醃肉宴，每一口都係地道嘅山野滋味。另外2晚都係住喺2024-2025年全新開業嘅新酒店，上梯田睇非遺、嘆美食、追村超，呢一場乾東南深度之旅絕對係你想要嘅治癒之旅。